这是新娘团。新娘团，吃什么就对，他就对。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就年得去，他得看中不的，是的，我1000个人。新娘。哦吼，来人了，扎西德勒里。哦吼，来人了，扎西德勒里。来人了，来了好多人，家人们关注点起来，等一下节目给大家看，关注点起来，等一下节目给大家看，我的天呐们，我们要扎西德勒的要喊。帮我完成些心愿，谢谢你们。帮我完成些心愿，我的心愿完成的有没有大哥们？扎西德勒，那这做，大家看吗？扎西德勒，那这做，大家看吗？藏族吗？对的，是的。扎西德勒，扎西德勒，现在关注走起来啊！卡玛汉子多吗？对，卡玛汉子多的，你们看一下，都是卡玛汉子。不好看，什么人？搞得这道是的。毛不工作呢？扎西德勒。啊，公仔。点赞关注走起来，谢谢你们。你们看一下，所有人都是都可以，所有人点赞走起来，点赞关注走起来，还来了一波人。点赞关注走起来，谢谢你们。关注点赞走下好不好？关注走下，关注走起来，关注走下。你有没有结婚？没有。网络在乡下的嘛，可能没有那么好。关注点一下，节目11点钟开始啊。节目是11点钟开始，关注点一下。扎西德勒。关注点一下，这是哪里？关注点一下，这是哪里？这是甘孜州呀。好的，是祝福的意思，这是甘孜州呀。好的，是祝福的意思，代表吉祥的日子，然后代表吉祥的日子。然后代表祝福，所有人点赞关注走一下好不好？所有人关注走一下，谢谢你们。关注走一下，家人们，节目马上开始，你们帮我弄一点那个音浪嘛，然后我的音浪是250，特别数字有点尴尬，有这个数字。所有人一起关注点赞走起来，谢谢你们。有这个数字，所有人一起关注点赞走起来，谢谢你们！一起关注点赞走起来，谢谢你们！马上破2000个人了，家人们都帮我点赞走起来，所有人一起点赞走起来。你直播间的2000人，你所有人点赞，给我也点个赞嘛！我发的那个作品点个赞嘛，谢谢嘛！差不多都是好的哦，你2000人绕的卡起，看了，直播间2000个人。可不可以给我个关注，然后关注走下，点个赞，所有人一起关注走下，马上破2000个人了，家人们加油！帮我破个2000个人。帮我破个2000个人好不好？马上破10万点赞了，10万点赞我给你们破2000人，然后点赞到10万，我就给大家看新郎新娘，我就到他们两个那里去。你那里网太卡了，对，有点卡。善行天下，对，一人送一个人气票好不好？一人送一个人气票。
一人送一个人气票，好不好？关注点一下，关注点一下，所有人一起给主播点个关注。节目的话，晚上有锅庄舞啊，晚上的话锅庄舞，所以关注点一下。晚上我会一样的直播，晚上我会一样的直播的。晚上我会直播的，家人们。晚上我会给大家直播，所以关注点一下，一人送一个。结婚，这是婚礼现场，婚礼现场。婚礼现场，家人们，婚礼现场，谢谢婚礼现场，关注点起来，晚上有锅庄舞，这个非文化过去了这个。原始锅庄。哦，原生态锅庄有，是雅江康巴汉子的原生态锅庄在晚上啊，所以你们关注点一下。给你们看，给新郎新娘对了去，到牛车的。这个慢慢的搞起来，等到现在。关注点赞走起来，关注走下，关注走下，家人们。你要过来等几啥？你他这个这咋去？他牛子。他这个这咋去？他牛子。关注走下，我就给。他牛子。关注走下，我就给你们看新郎新娘，我一个一个去拍。赶紧点卡了呢！你们关注点一下，我就给大家拍。关注点一下，在雅江吗？对的，是在雅江。在雅江吗？对的，是在雅江。是在雅江啊！哎呀哥，你咋过？关注点一下，关注点起来。对，亮一下灯牌，所有人送个灯牌好不好？帮我亮一下灯牌，所有人一起亮个灯牌。你家才苗不好意思，对，我的管我建哥，我给你放管理员好不好？建哥，我给你放管理员，要不要？关注走一下，关注走起来，什么节日？婚礼。八点了，可不是？都不知道。请写了，对不家的。其他账都可以请你们找老婆吗？可以的。就雅江的最没有素质的就了嘛。关注点下，那雅江的一个人看个锤子卡死了。弄完了。关注点一下，所有人。雅江的没素质。哎，你。哦，你这个帽子假的。给你们看一下新娘，哎呀，我的这个新娘看一下，新娘，两个都朝这里的。哦，新郎，这是新郎，啊，这是新郎，然后新娘在这边，新娘在这里，看到没有？到这么个大家你们就钥匙，那我给你一个啊，卡了吧？卡不卡？这卡不卡呀？关注点一下好不好？你们穿的白色是脏衣柜吗？是什么材料做的？这个布料，那布料是啥的？啊，这个布料水袖做的水袖。谢谢送的爱心。关注点一下，这是在参加婚礼，这是在甘孜州雅江县。
甘孜州牙江县，关注点一下好不好？给主播点个关注好不好？在哪里？在甘孜州牙江县。你好漂亮，看一下你的脸吗？你们关注点一下。他这是包，还记得去追？没有，好。你们也没开个。谢谢送的小心心，谢谢谢谢。俺等他好吧，一个几个人是衢州的。来客人了，家人们。离新都桥有多远？离新都桥的话，应该50-60公里吧，50-60公里，50公里。看一下，关注的在结婚吗？对的。新郎新娘来关注走下。那个带着你家毛巾囊中这个吧。来了，关注走下。那现在在等什么呢？等客人，我们要迎接客人，离电站多远？哪个电站？你们说哪个电站？就这里，这是吧？这里。对啊，从这找的，怎么找的？祝新人新婚快乐，18年好合，谢谢。再讲。就健康，公子。对，新都桥新郎新娘在外面干什么？迎接客人。关注点一下，你认识牙江的看主吗？认识。认识我们了一个地方的，然后是那个了，是同学。所有人一起认识是看主，当客人对，是迎接客人。我们是带花的是新娘子嘛，新娘团，然后新娘在前面，待会所有人一起点赞走下，谢谢你们，谢谢黑虎送的爱心，谢谢黑虎是不是我舅舅吧？黑虎是不是我舅舅呀？黑虎你是在哪里啊？应该不是哦，应该不是。所有人关注走一下，谢谢你们，帮我完成一下心愿，谢谢你们，帮我完成。黑虎给我点个关注好不好？所有人关注点一下。哎，客人来了，你们看一下啊。蓝衣带的珠子是天然的吗？对，谢谢黑虎送的鲜花，谢谢，太卡了。那我就放在一个地方不动啊，不然容易卡。谢谢卡老师，等一下啊。谢谢送的灯牌，帮我亮一下灯牌。谢谢丹叔送的小心心，谢谢。哦，好的，福建，好的。因为我一个舅舅也叫黑虎，谢谢关注，谢谢关注，谢谢黑虎，谢谢黑虎的关注，谢谢送的灯牌，我也回关啊，我也回关了，帮我亮一下，帮我的心愿完成一下好不好？给家人们给主播送一点浪漫花火好不好？因为今天他的婚礼。浪漫花火有没有？家人们帮我放一点花火嘛，浪漫的那种花火。谢谢关注，谢谢。对，关注点赞走下，关注点赞走下。前面他走过来了。去啊！藏族，我们是藏族。谢谢送的人气票，谢谢黑虎送的人气票，谢谢。刚才看到是科长吗？不是，科长没有来。我是灼热场团队的，然后我们团队的话只有婚礼的时候会来的，现在没有，只有男生可以带刀。对的，是的。关注点赞走下。这个带刀的这个方式是一个藏族的一个康巴汉子的一个戴的一个首饰吧，应该可以这样说。藏族，太阳族。关注点一下好不好？给主播点个关注，谢谢你们。欢迎回城，所有人给主播点个关注。
然后谢谢送的晨曦如意哥哥，谢谢。今天你们关注点起来，今天晚上5点钟，所有新郎新娘都要穿着藏装，然后就是有表演节目的。然后白天的节目的话，谢谢。白天的节目的话是在11点准时开始，白天的节目11点准时开始，12点进场。12点新郎新娘入场，然后就是要给客人敬酒，然后互相献哈达这样的。所有人关注点赞走一下好不好？娶亲吗 ？Stay， 这是藏族，为藏家带来吉祥，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啊 ！Stay， 谢谢关注，谢谢我的榜一，谢谢榜一给我送了我的榜一是谁？我看一下目前的榜一，给榜一点关注啊！谢谢你们，只要进我直播间给我送票的所有人，给他点个关注，谢谢。也给主播点关注，谢谢你们。也给主播点关注，欢迎灰狐，给榜一点个关注好不好？都说戴红绳是干嘛的？红绳没有戴吧？是黑色的，是一个头饰。帮我送一下浪漫花火好不好？因为屏幕上代表着一个祝福，只要来到我直播间都是有缘分，对不对？所以你们给主播点送一下浪漫花火，然后有票的我就给大家截屏。还是挺多的。冬天外地游客都不多，冬天还是有。谢谢我榜一哥哥，谢谢，给榜一点关注好不好？谢谢送的万香烟花，谢谢。我的心愿里面我有放的那个万香烟花，就大家帮我量完成一下，谢谢你们。哎呀，那个去，就那个洗。闪耀星辰什么都可以，谢谢我的榜一，谢谢。榜一我回关你了，榜一，你旁边那个结婚了没有？我旁边这个没有结婚啊，然后这些都没有结婚。感谢的嘞。去嘞。这个哪蛮子的？我不是。吃个喜糖啊，吃个沾喜气。这怎么态度？吃个喜糖沾喜气。哎，你冲那波就冲那波，你请你，你那小弟呢？谢谢送的一束花开，谢谢大哥，谢谢。Hello， 主播美女，这是甘孜州雅江县啊，这是哪里？甘孜州雅江县，你们都可以来的，只要我结婚的时候你们可以来啊，车费我来包，只要你们来就对了。到时候我结婚的时候。我给你们包车费，然后你们要来啊！你们关注点起来，只要进我粉丝团的，我都可以请你们来。只要进了我粉丝团的朋友们，欢迎我丛林哥，欢迎！我给你来送助理，好的。好好看你旁边试试看。谢谢丛林哥。帮我送一点人气票，家人们，谢谢你！马上破10万点赞了，那快！你猜我直播间多少人？2000多，2000多。不报我行不行？马上。关注点一下，他们在参加婚礼，家人们帮我亮一下心愿。浪漫花火有没有？浪漫花火、闪耀星辰都可以，只是代表祝福，帮我祝福一下嘛。那切主是不可吃小干。那讲出等着讲出对。所以是一起点赞关注做一下。吃什么？他吃那个喜糖。里面的话就破3000人，我进去啊，破个3000人，然后我就到给大家表演节目的那里去。节目还没有开始。
谢谢送的啤酒，谢谢谢谢。节目还没有开始，欢迎。里面嘴巴里面吃多了不在了吧？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帮我破个3000人，关注走一下。关注走一下，关注走一下。关注走一下，关注走一下。明明我在直播还在打电话，神经病！关注走一下，关注走一下。关注走一下，关注走一下，家人们，谢谢我哥哥送的一点心意，谢谢，谢谢我丛林哥，谢谢。关注走一下，家人们，马上破3000人了，家人们破了，要破了，点赞走起来，帮我破个3000人，谢谢你们，帮我破个3000人，谢谢你们。把我的心愿那个浪漫花火闪耀星辰送一下，好不好？我给主播那个今天婚礼的姐姐要看人，她是我姐。她是我的姐姐，然后我要给她说，有很多人给她祝福，让她开心一下，好不好？对，上人，所以帮我扣一下上人，好不好？帮我扣一下上人，谢谢谢谢，谢谢观众，谢谢谢谢丛林哥送的嘉年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观众。这是甘孜州雅江县，印度下雨了吗？是没有，大太阳呢，什么下雨？下雨了吗？还得50%的，还没这么的。甘孜州哪个县呀？没，还得那是50%的嘞，不要那么的。关注点一下闪耀星辰有没有？我的家人们，心愿帮我送一个。52年一直扣2000是什么意思呀？心愿帮我送一个。52年一直扣2000是什么意思呀？你一直给我扣的2000是什么意思？我想知道，帮我10万点赞破一下，谢谢。来客人了，家人们。知道，帮我10万点赞破一下，谢谢。来客人了，家人们，谢谢谢谢珊瑚哥，谢谢谢谢。家人们，客人来了啊，我们是迎接客人，你旁边那个都有没有结婚啊？没有结婚。对，帮我上一下人，谢谢你们。你们帮我送一点人气票就会上去的，也可以在公屏上扣上人，也是可以的。谢谢关注，谢谢所有人一起关注一下。你们关注点起来，今天晚上我们有锅庄。原生态锅庄就有，然后自唱自跳的那种锅庄，然后晚上有，所以你们关注点起来，晚上我也会直播的，只要你们点关注的就可以看得到。这是甘孜州，这些人应该会出来亮个相，刚才没见你。哇，主播的话。大哥看一下哦，等一下，帮我破个3000人，谢谢送的浪漫花火，谢谢我哥哥，谢谢我丛林哥，谢谢我榜一哥哥，给我榜一点个关注好不好？榜一哥哥是我的一个大哥，谢谢大哥，谢谢，我录屏一下。谢谢我丛林哥哥，谢谢。那你看一下妹妹，这个好看吧？这个礼物好看吧？谢谢哥哥，谢谢。谢谢哥哥，谢谢大哥，谢谢我榜一哥哥，谢谢我大哥。你们关注点起来，晚上有活动啊，然后11点有节目，然后我的话要跳舞，主播要跳舞，等一下要去跳舞。等一下你跟我一起去啊。然后我给你们俩拍视频，直播就放在房间里。我等一下我去跳舞，然后你们就看得到啊！我要跳舞，我和我的妹夫一起跳舞。的时候你陪我吗？对，必须的呀！我和我的妹夫一起跳舞啊！我找50境外主席吗？是对，我跳境外主席跳的舞蹈啊！所有人，客人来了，扎西带嘞，这黑的，主持人才来。刚刚车子是主持人。地上为什么有水？这里漏水了，这里有水，所以就结冰了。因为这边海拔现在冬天嘛，有2000多，好看，确实漂亮。谢谢。关注点一下，晚上给大家看啊。然后等一下也有节目，你们关注点起来的就可以看得到。哇，来了好多人，我家人们，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啊，给它高一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主播马上破啊！扎起的嘞，扎起的那个，扎起的嘞。哎，他都走了去，他把他在地下去了，他走了，对不干去救你，对不干他都请。太激动了，他的激动是说，谢谢我，谢谢我，谢谢我丛林哥，谢谢。小点，给我榜一哥哥点个关注，家人们给我榜一哥哥点个关注，谢谢你们。给我榜一榜二点个关注，谢谢。给我榜一榜二点个关注，谢谢。主播亮个相，谢谢，你们帮我给榜一榜二点个关注嘛，我觉得。这是在干嘛？这是在婚礼现场。来，车子来了。男生的服装好看，对。看一下这个风景。那就是那个长着长的嘎嘎的人，你来回头介绍啊？可啥的？结束了。他那小猫也没见呢。这个火里面打得着的，哎，这个火的去。所有人关注点起来好不好？给我榜一榜二点个关注，谢谢。给我的榜一榜二点个关注。给我榜一榜二点个关注，家人们。这就准备马上。他接下来不把那么慢了。这对。救你，拉稀，时间了呢，那个节目开始了。我们俩第5个嘛，第4个一个是这一个，叫什么？第5个嘛，第4个，咱们那摩托就倒回来嘛那个。在你房间那些长得。平。所有人关注点一下。谢谢我榜一哥哥，谢谢我聪明哥，感谢你。想看节目是你们关注点起来看得到的。现在迎接是亲戚朋友吗？对的，是的。没有结婚啊。我们是农民，对，是农民，是的。我妹夫去换衣服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下来。这就9年最快的速度。他干什么？哎，这样子。关注点一下。家人们，给我榜一榜二点个关注嘛，好不好？他们好辛苦呀，又给我送票，又在这里。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榜一榜，新郎新娘在前面，他们在前面，我直播间的家人们他们在前面，然后他们在迎接客人，然后他们是属于牧人，怎么说呢？是他们是牦牛多有的那种啊。什么时候回成都呀？我15号回成都。15号回成都。你们的都常年开了吗？农场你们是里面的。这里看把汉子就地带的要3分3多。这是来人了。来人了，我们要欢迎的。我要把仓储推下。家人们，给我点赞关注，走起来哟！这是我的发小啊，这些都是我的发小。我结婚的时候，他们也要这样，沾沾喜气。对，谢谢关注，谢谢。我结婚只要加我粉丝团的，在我粉丝群的，我到时候我会统一安排参加我婚礼的，我会统一安排车子来参加我的婚礼，我都会这样做的。只要进我，到时候家人们亮一下粉丝灯牌啊，进一下我的粉丝群里，然后我粉丝群的话，我到时候结婚的时候我会统一安排的，来参加我的婚礼。谢谢送的人气票，谢谢关注，谢谢你们。你们是甘南的吗？我们是甘孜州雅江县河口镇乡。
下渡村，谢谢送的灯牌，谢谢你们。只要进我灯牌粉丝群里的，我到时候会统一安排的。反正结婚的话，也就在这1年之内啊，1年之内办婚礼。你发小看起来好凶，他有点严肃。不加我不参加是真的吗？节目要开始了，我妹妹下来了，我去拿进去啊！我妹妹下来了，我去拿进去。他们要去跳舞了。我要换一下脏装。那么拍打给你，我拍不了的。啊对。点赞关注左下。啊，那不是我那个水面花了，你再来跳跳。你发小结婚了吗？没有结婚。大嫂，哎，俺那人结的我都知道吧？你长着拍着的，那给俺你装着结吧。那就你给说。直接吃。睡着了不好发，睡着了不好发起来，大嫂你再来，你再来。对到路。今天说什么呢？今天说什么？主播要换衣服啦！你的假发呢？你应该不能，就还买的那图你买的假发。对，假发就是你这，就你把这个服饰不一样，我的不一样，我要跳舞，我要主播要跳舞。啊。就是。那这照片哪一位主播呀？是我什么时候？但这次不能讲，那这个他们那就是个，包括着，你就做节目里头。不看的，你穿红衣服不是很好看吗？不是，我要跳舞，我和我的妹夫一起跳舞，我们穿的一样的衣服。丛林哥，我会拍视频发到群里的，丛林哥我会发给你的。我会发给你的。搞不懂啊，这个地方看好都是结婚吗？是对。扎西的嘞。呀，嘿。等你摸那指甲上弄着。看一直嘛了，一直。是不是单把试试杆子周呀？杆子周。是不是单把试试杆子周呀？杆子周压江县。谢谢送的灯牌，所有人帮我亮一下灯牌，谢谢。今天吃的猪蹄酥吗？我妹妹去换衣服了，还没到。谢谢分享。客人不穿那新装吗？客人不穿，就我们办婚礼的这边都要穿。然后晚上的话有原生态锅装，白天的话唱歌跳舞都有。就现在也在跳舞，等一下我就进去。我妹妹下来了，我就进去。放哪里了？就我的那个东西里面，我放脏装的这个里面，最下面放起来。就平时装衣服的这个里面，都给在这时候都一规定的东西，得还起哄的东西。找到了你跟我说一下，快点，妹妹。这样子等客人好累啊！对，我们要站个2个小时，我们要站2个小时。
然后进去，等一下12点的时候会新郎新娘要入场，然后里面要有祝福，很多人也需要给他祝福这样的。等一下我进去了，你们就看到了，但是里面网怎么样我不知道。找到没有？妹妹在不在我直播间？有没有找到？申请入群通过一下吧。好的，申请一下入群啊。然后我结婚的时候，我会在粉丝群里面，就是邀请我粉丝那些参加的，你们放心吧。然后到时候住的、吃的，然后那全部包啊。一天给你多少钱？我们是免费的，我们还要给新郎新娘钱啊，我们还要给他钱。苹果手机的话，网络没问题。我们这边的话，移动有信号，那个电信的话早已经停了，没有了。所以信号有的只有我，吃的都是馒头嘛，牛肉什么牛肉坨坨都有，牛肉坨坨啥都有啊。你们关注点一下好不好？关注点起来。哦，我的场馆又更新了。为什么站对面一排都是戴眼镜呢？为了说帅嘛。对不对？为了帅，出来看看你是好的。等一下看到了我，有没有看到我的？有没有看到主播的？有看到主播的扣一下1，好不好？粉丝群帮我通过一下，谢谢。好的，没问题，没问题。你男朋友今天在这里吗？我没有，目前没有，目前还没找到。推要锅庄舞吗？对，印度很好客的，谢谢。那次我了，一会儿再来一次。好的，可以。关注点起来，一会儿就直接可以进来啊。关注点起来，等一下直接可以进来。关注点起，等一下一下子就可以进来。主播露个脸色。你头上戴的是什么？头上戴的是帽子。帽子等一下跳舞的时候要取，不然我要带着哈达去跳舞。带着哈达，你那里朋友的礼金是多少？反正我们礼金是1000以上一个人。1000以上，只要涨粉丝的话，没事嘛，对吧？其他没有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给的。哎，等这个的嘞。但新郎是这个啊，什么时候跳光光侧目对，能和汉子同学们可以的。慢慢看到越来越近了。对，你们多点赞一下，新郎再看近点。你们再点赞破个多少赞？我看一下，破个10万点赞，马上10万了。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给大家看。一个一个介绍吗？一个一个介绍。你结婚我送多少礼金，就看个人意愿，你给多少就是多少。然后亲戚朋友的话要给的多一点。亲戚朋友给的，穿那么重的衣服，等一会儿有时间，对，还要跳舞，这要跳舞啊，这个他也要跳舞。申请加入粉丝团，好的，没问题。你们亮一下灯牌好不好？亮一下灯牌，我会通过的。我等一下下播了通过啊。新郎啊，然后他旁边是伴郎。好的，看伴郎可以，谢谢送的灯牌，谢谢。有没有人送灯牌的呀？我灯牌里面只有几百个人，新郎今天太累了吧？对，给他放了一个凳子，他没有坐。哎，哪玩意？这个去。小伙计，你的小伙计，我自己睡的。啊，这是我哥哥，主播看看你的大都是大哥哥。呀，藏红红铜牌，这刚送了灯牌，对，看到了，谢谢送的灯牌，谢谢。啊，多点赞一下，给你们找个美女。亲戚嘛，对的。要美女的话，要帅哥都有的。对，帅哥美女都有啊。新娘还没到，到了。要几个就点几个赞的。对，给那事情啊。这个怎么都主角你丢还能光是咋地给哪呢？这个怎么都。他都继续，帮就帮。这怎么对你差点掉了呢？加油！我妹妹他们还不来，来了，要到了，快点。小豆哥，
玩吃这里，哈，这全吃下去根本。这是我哥哥在。根本都是1200多个人学的。那个下饺子噻。才去团长下饺子去。这你做到了哪里拍不对呀？看到。苹果牛嘛的，完全都是牛不的，卡完了的，就是嘛。那这个鸡，两次都能。那这个我这，没得，就有那么两年长的嘞。我看嘛的，我这只不看苹果干，苹果只不看。网看的网到了没？旁边的给我看一下，这是我哥哥。帅不帅？帅不帅？喂，不好意思。给哥哥点，给哥哥点几个赞子啊！给哥哥点几个赞子。能这对不好意思。我头天回来我知道了。这是他的老婆，我大嫂，我哥哥的老婆。到你们那，马上到了。这个后面就是我们。瞧你的哥哥帅，嫁给我来找找。干哈？你的哥哥帅，嫁给我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就点赞要好多，然后嫁给你。对。点赞要够的。那好的。多少点赞？那10万点赞了。1万的咋子？我1万多万，成个结了。10万点赞我结。来，点赞嘛就，你弄。你弄你的成绩，你大哥你兄弟，你在的，你大哥。我好喜欢你，谢谢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下面没一些，而且这个老头子的衣服什么？你给嫂嫂商量一下，你哥哥嫁给他吧。嫂嫂说可以的，点赞破个20万的话，他说哥哥送给你们。嫂嫂说的，大嫂说的，大嫂说送给你们。这是在甘蔗洲牙姐姐，只不过嫁给我可以吗？可以的，你们要点赞哟。另外下去都先子放。杨这个直播哥不是对吧？坐着。哥哥帅不帅？我这个是没有美颜的，我跟你们讲，这是甘蔗洲牙浆。可以的，你们。竹马看妹妹到哪里了？我的妹妹。丢的，当个你，你给那个你直接过来。你给那个你直接，我妹夫我们俩跳舞啊。我妹夫我们俩跳。我妹妹跳的吗？这都是他们过来的。关了，接给，这不行，你接吃忙。是谁结婚？我姐姐，我表姐结婚。点赞关注走一下，马上要进去了。家人们，我把音乐那个节目发给一下那个放音控的啊，音乐要发给他，因为我马上要跳舞了。你们先卡一下，我把音乐发给他。你们看一下，我刚刚那个去发音乐了，谢谢送的玫瑰，谢谢哥，我要去跳舞了。我们卓照他们的一个都没有啊，除了我一个都没有，卓照他们的只有我，卓照他们的没有。下去就去的。啊，哥还讲错到了吧？哥上的，你当不讲错对吧？春天报的没干，他是的。去捐了就去了。看得到处着捐过来的。就拿回去，我拿回过了。一句，按着去哦。这是去哦。这地处就你那个，你那看到没？看到对，看到个看那个去了哎。那接到去了，大嫂到去，大嫂的抬去他。那你给你买了，其实村里多么就去？这村里就在地上呢。谢谢送的玫瑰，谢谢。咱这看到一顿我得到家去，真的是。刚刚我那都几个人，也不意思，反正你给那里吧。谢谢关注，谢谢。关系的嘞，好的的嘞，别想关了。关注点一下，关注点一下。
切个他，手机记得到起了，全都是。你看当铺的，叫我他们那这是不配合，年的，他是就要几面走。你真的对，你真的没？还得对，还得打，还得啥数呀？还得打啥数？这几场过去的，4楼人，几楼这？等等，4楼场过去你是？我买过子4楼人，对，你妈做不是吃了，这真的吃了就没得了。过次是好吃的。过次了就第一个的。就是嘛，他就要第3个就不晓得。这是干嘛的？这次没得影响的。这次没得，阿舅你。你就好，你出几分钟？你出几分钟？没洗脚。熊妈的绕叫牛嘞，可叫一些牛嘞。来了，客人来了。那干我了，小中宝。对，还来了很多人啊，还这里车子排着队呢。你看一下，来了很多车子，你看这些都是参加婚礼的，新娘的话，帮我点赞破个11万嘛。这是甘孜州雅江县，整个乡镇都会来嘛。雅江县的基本半个都要来，只要认识的人都会来的，你们看一下啊。只要是认识都会来的。接亲的人，我在那里搞婚礼，跟拍钱不说，你给发路费就行了。好的，没问题。爱生意人，你给我进一下我的粉丝群里嘛。那个爱生意人帮我进一下我的群里面，我到时候会安排的。吃饭住的那些都没有问题啊，都没有问题，这些都是来送礼的。对，粉丝群怎么进？亮一下灯牌，然后可以进粉丝群里。我结婚的时候我会请很多人来的，真的都没有问题，只要来的人更多更好，真的，谢谢你们。对呢，100-200不是很多。就看自己心愿，力所能及嘛，对不对？力所能及。谢谢谷歌，谢谢建哥，谢谢建哥。大早年吃什么多的？快点别烧的，那一个谁给你这钱？这次没得没啥就这次没得谁来？是啊，我叫他去他走的。他问的等个年了过来。他唱过几千个行了？俺这不行这，只你我这行。你给他哈？你们叫啥去的？这那去，看还到这我吃了吗？我出去。好。你那着，那看他去。这一点来不生。这干活的这，都行。大哥，你录呀？那这个那就嘛，姐姐要跳舞呀，就你还不去，我们就一么就看这个家最牛。
下，关注点赞走下，谢谢。关注点赞走下，关注点赞走下，卡不卡？卡的话说一下，有没有卡？有没有卡？关注点赞走下，谢谢。Yeah.
제 사실 나이 취지 저하고 내가 드릴 조건아마 영질 페이지만은 다리 5톤의 사로 수입 노안 장애 맞아 같이 나가 통해 이런 모여서 부르시고 아마 통해 생각이 어떤 조조도 생각이 나죠.
了，停电嘛。好了。对。看一下。这个吗？新娘马上要上场了。给你看一下。来电了，来。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良辰吉日好！这里是巴顿先生和一休翁女士的婚礼仪式现场，很荣幸能够受到两位新人的委托，为他们主持并见证这一神圣而又浪漫的婚礼仪式。首先在这里呢，我要代表两位新人及其双方的长辈，向见证他们幸福时刻的所有亲朋好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Dia masa paten dengan yang mungkin tapi nama isi maupun isi cahaya ni tu juga tu boleh. Ini dia orang tu nama semua nama. Ia cinta suci terus ini. Dia orang ni tu bagi mau tunjuk juga. Gas suara dah. Ia tujuh sesuatu ini. 婚礼是一场人生为期不多的相聚，是千里迢迢的奔赴，是不畏风雨的支持。
位新人、最亲的亲人、最尊敬的长辈和最为重要的朋友。此刻呢，我想邀请全场所有的亲朋好友，把你今天的祝福化作热烈的掌声，作为第一份礼物送给今天的2位新人，好吗？ 여러분은 자신이 연주로 지하승을 이런 동춘조이 경수로 조된 사람이 외침이라 여러분은 연주 내주지 교바 동고 고자 무료가 도이 예래 내주지 교바이나 여러분 그 예천지 들고 있다가 연주지 교바 제디 예지 동조기 나초 여러분 나빠 동도 예정 여러분 그 마스터가 나만이 가티 동도 던지시기인데 나마 좀이 가슴 실어 주牙江自古就是多种文化的交汇地，有着浓厚的开花传统文化，古老的婚俗文化，更是为这座美丽的小山城增添了神圣的色彩。下面，请各位来宾将你们的目光投向今天这神圣的央单和央光仪式。2位新人将会在这祥瑞和古老的唱诵中缓缓步入我们的婚礼殿堂。下面，我荣幸地宣布巴德先生和宜修莫女士的结婚庆典仪式正式开始。鸣放喜炮，有请我们的新郎和新娘入场。新娘马上来了。完的行。新娘子。
伴娘伴郎。那么这位风度翩翩、英俊潇洒的小伙，就是咱们今天的新郎巴德先生。请我们的新娘向前迈出一小步。哎，这个在前面找看看。这位亭亭玉立、端庄大方的美丽姑娘，就是我们今天的新娘李秀木女士。两位新人历经相遇、相识、相知、相恋，终于走到了一起。对于他们的幸福结合，朋友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把发自内心的祝福送给两位新人，好吗？真诚的祝福你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扎西结恋。장시경씨가 누이들이 장시차스는 물주죠. 이러면서가 정말 산지기라는 기회기라 동서경씨가 지금 동남 동서경하는 중에 예주경씨가 그래서 예주경은 이기지 아래야 동지보나가 조니 그것이 없으면 들이기 이름이 그 정신에 예찬 우선시기인데 아마 종이 가슴으로 주 亲爱的朋友们，一个人无论他身在何方，经历了怎样的成长，他所拥有的幸福背后，永远都会有人在默默的付出。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亲属代表斯曼泽伦先生致辞。在这美好兴奋时刻，我们迎来了巴登先生和李秀木女士喜结缘大喜日子。在这儿，我受二位新人和他们长辈的委托，首先感谢各位来宾在百忙当中抽出最宝贵的时间前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你们的到来给二位新人带来了美好的祝福，给我们婚礼现场带来了喜气。 在这里，希望大家吃好、喝好、耍好。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请大家多多的原谅。其次，感谢我们的主播不在，也感谢我们的主持人，用美好的语言把这次婚礼主持得喜庆和热烈。感谢我们各位歌手为婚礼带来了动听的歌曲。 感谢我们今天赵丽帅哥美女，使婚礼如此美好。二位新人从相识相知，走到今天，在这里祝二位新人新婚快乐。在今后的日子里，夫妻恩爱，孝敬双方的长辈，共同进步，建设好自己美好的家庭。感谢各位来宾。 感谢我们今天奥中村的全体村民为婚礼的举办忙上忙下，使今天的婚礼如此热闹和热欢。在这里，祝各位来宾在感情途中一路顺风，祝大家身体健康，扎西得嘞！ 感谢亲属代表的精彩致辞和美好的祝福。下面，请我们的新郎新娘面向今天的来宾。今日虽然成家偶，全靠大家来捧场。新婚滋味自己品，美酒佳肴大家尝。接下来呢，请新郎新娘鞠躬感谢。一鞠躬，感谢亲友来帮忙。二鞠躬。 感谢宾朋来捧场，三鞠躬。祝愿各位来宾今后的生活十全十美，百事可乐，万事吉祥，扎西别嘞！我们是相当扎西的民粹的扎西的东西和更切的，他有年纪看的长处理可笑。 무슨 날지 자식이 당시던 자식이 뭉친 주제에 나머지 가슴으로 주 대등 참지도 누구나 다른 대륙에 마상다 上的， 남아니 자식이 감당 동전 주제에 뭉친 주제에 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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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布达拉宫撒下的唐卡，祝福是冈底斯山终年不化的雪峰，祝福是高原房价升起的五香烟，祝福是一把把投洒在神山之点的龙胆。下面，请您对新人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为这对新人进行贺答。有请我们的吉祥老人罗松先生送吉祥词。说起早前年有这个老南巴，老南巴从那研究了他自己的，那年老师上学也是。啦啦嗦，啦啦嗦，啦嗦，给送走的马路那，多少步大步黑个，你不那个，少把过个，干了嘛多个你给我去。当我过我自个马到了，上边马到的呀对了，我比那呀，你把这比唱个，少把都别给那是啦嗦。那个电窗不是点不得的。这窗不是点不得这是婚礼，关注点一下，谢谢。关注点一下，谢谢你们。吃的是泡面吗？我在吃洋芋土豆。给主播点点关注，家人们。晚上有锅庄。对，说实话。亲朋好友献酒，献祝福，献哈达。甘孜州雅江县，红包有。对，我们是藏族人。你不能去弄这个破气球。这个叫你怎么知道？那不在吗？这个嘛，
话的是的吗？是的，是的。祝他们两个幸福久久。对，向哈达表示祝福。对的，对的，是的。那个不是司机，那个是哈达，我们藏族的一个祝福的一个东西，放家里面，放家里面。接下来有请咱们歌手安当达把一首好听歌曲带给大家，掌声有请。啤酒是啥的？我看你是啥个？13年，14号。这把你。那个俺家一定好久，天天就这上午的还是你是不用整天买的，就是你这上午。我之前这样子的时候，把兄弟拍些把那拍一样，农民唱的。我老同说现在经常把这么一弄，我这不写了。那把这么，全是拿到去了。就是这个谁来着？这些人你得买的中的，买啥谁来着？那把多少的？那你这我买的，我买的呢，你的就写是的，你手写不你？这把你的包的是，包成你的这个写是，我们啊，这里这边这边那的那个，好的。
一个才好找。点赞走下点赞。你这次不要对，这不赞。怎么了？这个。见过世面一样。这个帽子230，230。